大家好，我叫李淑敏，是一名中国人，也是大4的毕业生。为什么我选择白大呢？是因为白大拥有良好的师资，拥有最认真的教学态度，然后同学们也互相帮助。最主要的一点是，这里的费用比较低。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呢，是一个拥有最好的老师的一所大学，然后他们都特别的善良，特别负责任。为什么我选择来白俄罗斯读呢？因为白俄罗斯首先它是一个拥有很长100年历史的一个国家，他们也有自然的风光。其次，为什么我选择语言系呢？是因为经济对我来说有一点难，所以语言是最好的选择。我对白大和白俄罗斯最深的印象是，他们就是白大和白俄罗斯就是拥有最好的老师嘛，然后白俄罗斯有很多纪念碑，然后你可以随处可见的帅哥美女。现在已经毕业了嘛，然后暑假回国，回来了之后继续就读白大语言系的教育系，读研究生1年制。同学们，如果你们想来白大，那就来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，不要怕，同学们都会互相帮助。